伫要挖清明这卡岛是举办蝶搬刷的季节，伫婚林拿来搭口，昨昏就发现上济1分钟要有700只鸭，这嘛是今年甲搭发现上济数量。高头外边的车道放规排的三角锥，详细看顶面出现真侪纸板碟。国道3号婚林拿来出口路段，12启动外边车道的封闭作业，范围是上北253到251公里的所在，希望好这上北乌蝶安全路径。往年大概会接近在3月20几号到今年才是高峰，今年第一次高峰也提前到，封闭的一个时间会从它大概什么时间开始量大，我们开始封一般会只封闭外车道，就是把所有的请用路人通通走内1、2车道部分。高公局讲，今年启动封堵作业的时间创下历年来上早纪录。也来台湾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今年3月进驻拿来乡出口来监测，发现测试就一波先锋部队已经通过啊，也伫个12标出来今年上大量。平均每分钟有319只，甚至10点也达到每分钟696只。到中昼12点已经55710只记录，这比往年大约提早1礼拜。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讲，这跟气候有真大关系。反而像这种冷热交替的一个天气，比较会让紫斑蝶会有想要往北移动或者其他地方移动的一个机制出现。那所以在天气不好前或不好之后，它会有很容易这样大量集结就迁移的一个现象。但是想讲，种伫高雄的茂林地区，也未少纸板碟还未摆出来，有过未来2礼拜拢有可能有大量出现的机会。估计大概伫3月29起名进前，可望再创下数量的新纪录。另外，伫这个中华市区，又搁看到有水鹿出现。民众看到这只真大只水鹿出现伫彰化市省道第14线中南路，街路人开车的人也赶紧闪开，水鹿行到四界乱走。因为这个彰化市区街路上连日来出现水鹿是毋是测试地受干扰？专家讲也过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